那会才记住吧？有一个乌狗兄，伊是缘投的少爷。哦，高兄。哦娘！咱姐，哦，咱一个啦。好啦，今仔日吼，我甲你约担遮吼，嘿，其实是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吼，要甲大家讲。来，小等咧，你是你外口有别个查某遐？无啦，较有可能啊！正经的啦，你听我讲哦，听我详细哦。你好，代志是安尼啦，威瑞啊！你要甲我讲啥？好哦，欧娘，嘿，我爱你，我是要甲你求婚，拜托你敢会当嫁予我这个乌狗兄？好，啊？你讲啥？答应你。哦，你答应我？我真欢喜啊！我真欢喜啊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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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